大家好，我今次同大家分享，我喺一個地鐵站側邊嘅商場裏邊一間新開嘅酒樓嗰度飲早茶。呢間酒樓喺今年嘅10月16號先正式營業，開咗都係個零禮拜左右，同埋新裝修嘅環境睇落都唔錯。呢間仲係一間喺銅鑼灣營運開嘅酒樓，第一間嘅九龍分店。酒樓嘅位置就喺呢個商場嘅裏邊。嚟呢度飲茶嘅路徑好簡單，我首先同大家講咗交通先。我係坐地鐵嚟到呢個樂富站，跟住由呢個 A 嘅出口向前直行。呢段路一路行都有梯級，上到平地嗰陣時，跟住左轉行返後邊個方向。由呢個入口可以去到樂富廣場嘅 A 區，跟住乘搭分開2層嘅扶手電梯去1樓嘅平台。嚟到平台，跟住行去前面嘅方向，由玻璃門進入去樂富廣場 A 區嘅裏邊。行前多少少，跟住轉去右手邊，乘搭扶手電梯上去3樓。嚟到3樓，跟住轉去右手邊係會見到間麥當勞。再轉去左手邊行前少少，就會到達我今次飲早茶嘅新開酒樓。呢一間就係粵茶館，地址係喺九龍樂富聯合道198號，樂富廣場 A 區3樓3106至3109號。我係喺 Google 網頁揾下邊一間酒樓飲茶嘅交通最方便，無意中俾我揾到呢張圖片，先知道呢度有間新酒樓喺10月中喺度開幕，同埋呢張通告係注明咗呢一間酒樓係首間嘅九龍分店。我再揾翻一啲資料嚟睇，其實呢間粵茶館喺銅鑼灣嗰邊一路咁經營開。今次10月中佢哋喺呢度嘅樂富廣場嗰度開分店，唔知道會唔會佢將銅鑼灣嗰邊嘅價錢帶埋過嚟樂富分店呢邊，定係價錢係會優惠過銅鑼灣嗰間總店。我見日子已經過咗10月中，我嚟到嗰陣時見佢哋已經係做緊生意，我就入去飲下早茶同大家分享下。我問過佢哋之下，呢間酒樓喺10月16號先正式開業，開咗都係大約個零禮拜左右。我係朝頭早嚟到嗰陣時，見到有啲顧客已經喺門口度等位，一個人搭台嘅輪候號碼係會快好多。我攞到位之後，跟住行入去，見到裏邊嘅裝修都幾新淨。飲茶大廳睇落去就唔係好大，不過睇落地方都唔算細。喺裏面都擺放咗唔少嘅座位。喺裝修方面，我見到好多位置佢天花板都係用嗰啲燈槽嚟做照明，同埋都有裝咗好多嘅射燈。喺光線嗰方面睇落都算係足夠。樓底睇落去就唔係好高，不過就冇一種壓迫嘅感覺。我喺度行緊嗰陣時，見到部分嘅位置台同台之間嘅距離就唔係好多。如果坐位嘅距離唔足夠嘅話，係好容易有呢種椅背挨椅背嘅情況。嚟呢間酒樓飲茶，一個人或者2個人都係需要搭台，有3個人或者以上嘅顧客先至可以一張台坐晒。仲有就係呢度可能係啱啱開業，見到部分員工都係手忙腳亂。佢哋有4款嘅茗茶系列，係有普洱、鐵觀音、香片同埋白牡丹，仲有2款特別茶種就係陳皮普洱同埋人參烏龍。我坐低咗之後，開咗一壺嘅人參烏龍，將個蓋揭起嗰陣時，見到裏邊嗰啲係茶葉，同埋裏邊嘅數量都幾多下。顏色方面睇嚟係一種幾深下嘅蜜綠色。跟住睇下佢正價點心同埋茶錢係收幾多。喺平日嘅1至5早茶嘅時段同埋下午茶嘅茶錢係11蚊一位。早茶時間係由朝頭早嘅7點至到中午嘅11點，下午茶係由2點01分開始。午市時段嘅茶錢就收14。喺平日1至5嘅正價點心價錢，早市同埋下午茶小點係23個8，最貴係特點32個8。喺午市時段嘅4種嘅價錢係會貴3至4蚊。喺星期6日同埋公眾假期，早茶時間係由朝頭早7點至到10點半。午市時段就喺10點31分開始。喺早市同埋下午茶嘅茶錢就收12蚊一位。喺午市時段佢哋茶錢就會收15。喺星期6日同埋公眾假期嗰4種嘅正價點心係會比平日1至5嘅價錢貴1至2蚊。佢哋喺朝頭早一張嘅早茶優惠單，供應時間係平日星期1到星期5嘅朝頭早7點至到11點50分。喺星期6日同埋公眾假期供應時間即係去到朝頭早嘅10點半。喺張單嘅上邊一共有8種配料選擇嘅鮮料生滾粥。如果要單拼嘅話就36個8，要雙拼嘅話就38個8。跟住下低有一份孖寶，價錢係38個8。喺20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再睇埋張單嘅最右邊，有一款沙律米網腸，一款百花釀魚肚，每一款係30個8。喺張單嘅下低有每款一律24個8嘅點心，係有13種嘅選擇。跟住睇埋隔離係有每款27個8同埋每款30個8嘅點心，各自有3種嘅選擇。喺禮拜6日同埋假期呢一張單嘅點心，每一款係要另加3蚊。我今次早茶1盅2件，就呢張單嗰度要咗一份38個8嘅孖寶。喺選擇方面，我要咗翡翠鮮蝦腸同埋陳皮牛肉球。等咗差唔多超過3個字，首先嚟到嘅就係翡翠鮮蝦腸。嗰啲豉油係冇直接加入腸粉嗰度，喺隻碟嗰度啱有個位置可以再煮啲豉油。咁樣好似幾好，就可以自己隨意添加，要多啲或者要少啲。呢碟嘅腸粉分開咗6件，初步睇落去都算係有啲賣相。
呢一件嘅腸粉外皮睇嚟就唔算好薄，嗰一層嘅外皮望落都幾雪白同埋幾晶瑩，都好清楚咁望到裏邊嘅餡料。我用筷子整開嗰件外皮望下裏邊，見到放咗喺裏邊嗰隻蝦都算係幾大隻，同埋肉質嗰方面望落去都唔算係好差。用筷子將件外皮夾起嗰陣時，覺得件外皮都幾有彈性。喺入口嗰陣時，裏邊嘅蝦肉都覺得算係幾爽甜，同埋係有一種蝦嘅鮮味，不過就唔係新鮮嗰種。嗰件脆肉瓜就覺得幾清甜，不過我覺得熟過頭，冇咗嗰種爽脆嘅口感。腸粉外皮就覺得係比較厚咗啲，如果能夠薄翻啲效果係最好。喺食腸粉嗰陣時，點都要加翻啲豉油絲，覺得最好味。跟住嚟埋嘅隻陳皮牛肉球，我都係一樣叫阿姐將啲鹼質分開上。喺一籠裏邊有3嚿，每一嚿嘅牛肉睇嚟個份量都有啱上下。將嚿牛肉放咗喺匙羹邊嚟睇，覺得個份量都算係足夠。喺肉質顏色嗰方面係帶有啲鮮嘅粉紅色，用筷子夾住嗰陣時，覺得係有啲彈性。用嚟煎喺牛肉底嘅鮮粥，份量都算係足夠。我用匙羹將嚿牛肉整開兩邊，望下裏邊。喺裏面嘅配料有少量嘅蔥花，同埋有啲一粒粒嘅馬蹄，仲見到一啲好細粒嘅陳皮黐埋喺裏邊。喺入口嗰陣時，肉質都算係覺得幾嫩滑。喺裏面嘅馬蹄都覺得幾爽甜，同埋係有少少陳皮嘅味道。不過我又覺得牛肉味道就唔好足夠。呢份嘅陳皮牛肉球用我個人口味嚟計，我覺得真係不過不失。喺結賬嗰陣時，一份38個8嘅孖寶，一個人嘅茶錢11蚊，計埋加一總數係55。喺頭先初步睇過啲早茶單，同埋啲茶錢同埋正價點心嘅價錢，我覺得好似跟銅鑼灣嗰間總店嘅價錢冇乜分別。睇嚟呢兩間可以講係差唔多一樣。跟住睇下呢張正價點心單有啲乜嘢。喺張單左邊一共有18種嘅即蒸點心，喺隔離嘅風味炸物係有11種嘅選擇。跟住下低有5種唔同選擇嘅蒸型腸粉。喺張單嘅右邊嘅月推薦一共有12種嘅選擇，嗰啲月推薦嘅供應時間係由朝頭早11點開始。睇埋最後嘅下低有4款嘅心動甜品。我問佢哋嘅知客攞埋午市同埋下午茶嘅單睇埋。喺呢張單嘅月廚報一共有12種嘅炒粉麵飯，最平價錢係60，至到最貴嘅係168。跟住睇埋隔離嘅月燒味，一共係有8樣嘢嘅選擇，最平價錢係有2款，每一款都係38，最貴價錢都有2款，每一款係68。喺張單左邊有即燒嘅黃子鴿，每一隻係52。喺隔離有8樣嘢嘅點心，每一款係26個8。最後再睇埋隔離有11款嘅點心，每一款係29個8。最後睇埋呢張休閒下午茶嘅特價單，呢張單嘅休閒孖寶每一份係38個8。喺20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喺隔離嘅優惠粉麵一共有8種嘅選擇。跟住再睇呢張單嘅下低，喺左邊嘅即燒王子乳鴿，每一隻係50。有2種唔同價錢嘅燒味好介紹，可以選擇米粉、檬粉或者河粉。要單拼嘅話就31個8，雙拼就36個8。如果想食燒鵝王，每一碗係37個8。有8種配料選擇嘅豐衣足食，要單拼嘅話每一碗係36個8，雙拼每一碗係38個8。最後睇埋有8種嘅點心，每一款係29個8。各位，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 like我，仲未訂閱嘅請撳埋訂閱掣啊！下一條影片見。